4月17號晚上9:07，一段長度只有47秒的音檔，從一個剛註冊3天的微博賬號被拋了出來。畫質粗糙，背景有電流般的嘶嘶聲，像是某個人把手機藏在西裝內袋裏偷錄的。前15秒幾乎聽不清楚，只有椅子被拖動的刺耳摩擦，然後是一個男人的聲音，帶着那種你絕對不會認錯的謝霆鋒特有的沙啞咬字。我最虧欠的人不是他們，就這一句，沒有上下文，沒有前因後果，沒有對話對象，整段音檔戛然而止。接下來的72小時，整個華語娛樂圈的生態係被這句話徹底翻了一層皮。營銷號的反應速度比地震預警還快，截圖、降噪版、逐幀分析、聲紋比對，全部在同一個夜晚密集出籠。微博熱搜前10名被這件事佔了7個，詞條從謝霆鋒虧欠一路蔓延到王菲張柏芝同框。雖然那個時候根本還沒有人同框，但網友已經在超話裏幫他們 P 好了對視圖。謝霆鋒的經紀人曼妮在11:04發了一條簡訊到他的微信，沒有語氣詞，沒有問號，只有5個字：你在哪裡錄？謝霆鋒當時正在風味後期公司的剪接室，熒幕上定格着一鍋正在收汁的紅燒肉。他看了一眼手機，沒有回。他面前坐着的是一個皮膚黝黑、戴着粗框眼鏡的男人，桌上散落着10幾顆硬碟，其中一顆上面貼着黃色標籤紙，寫着6年未剪。那是阿傑。謝霆鋒從新警察故事時期就帶在身邊的助理，嚴格來說是助理兼司機兼保鏢兼剪接助理兼深夜談心對象。圈內沒幾個人記得他的名字，因為他永遠站在謝霆鋒身後半個身位的位置，手上永遠拿着一件外套或一瓶水，像個沒有正臉的 NPC。但那個晚上，剪接室裏只有他們2個人，而那顆標着6年未剪的硬碟，是謝霆鋒在凌晨2:17親手鎖進保險櫃的。與此同時，張柏芝正在上海拍一部古裝劇。收工後，他在保姆車上看完那段音檔，第一反應是把手機扔到座椅底下，然後撿回來，再扔一次。他的經紀人 Emily 坐在副駕駛座，頭也沒回地說：你不要接任何電話。張柏芝說：我沒有要接。Emily 說：你現在的表情已經被司機看到了，明天就會有張柏芝聽後臉色鐵青的新聞。張柏芝擰了一下，然後笑出來，說：我剛才是在憋笑，因為他每次說這種文縐縐的話，我都覺得很荒謬。但笑完之後，他安靜了很長一段時間。車子開過外灘，燈光在他臉上拉出一條一條明暗交替的線。Emily 在手機備忘錄裏打下，他沉默7分鐘，沒有哭，沒有問為什麼，然後按了儲存。這是 Emily 的工作習慣，他負責帶的藝人每一秒情緒波動都要有文字記錄，以備未來任何公關戰使用。那天晚上，娛樂圈另外2個陣營也沒有睡。王菲的經紀人陳嘉英只對外說了一句話，不回應，語氣平淡到像是被問到明天會不會下雨。但圈內人都知道，不回應本身就是一種回應。王菲當晚被狗仔拍到在北京某間錄音室門口上車，戴着耳機，手裏拿着一串佛珠，神情像是剛聽完一首無聊的 demo。阿強躲在對面大樓的消防通道裏，用長焦鏡頭拍了13張照片，每一張都糊的，因為他的手在抖。他事後跟同行抱怨：我這輩子跟過最無聊的藝人就是他，因為他永遠不會給你任何表情，但他還是把那13張糊照發給了總編，標題寫着王菲聞訊淡定離場。這3個陣營，謝霆鋒的剪接室、張柏芝的保姆車、王菲的錄音室門口，在同一條時間線上各自運轉，彼此不知道對方正在經歷什麼，但全香港、全北京、全上海的娛樂記者都在替他們補上所有的空白。營銷號開始做時間軸，謝霆鋒最後一次公開提到虧欠是2014年，張柏芝2018年受訪時說過有些事我原諒了。
王菲2020年被拍到聽因為愛情時切歌，每一條都被放大、被解讀、被編織成一部4幕劇的劇本，而真正的4幕劇還沒有開始。4月19號，謝霆鋒終於回了 Money 的簡訊，他只打了8個字，約他們一起坐下來聊。Money 隔了4分鐘才回，你認真的？謝霆鋒沒有再回，他轉頭對阿杰說：把那顆硬碟準備好，到時候可能需要播。阿杰問：播給誰看？謝霆鋒說：播給所有人看。同一個晚上，張柏芝在拍完最後一場夜戲後，被10幾個記者堵在片場門口，有人喊：柏芝，你覺得他虧欠誰？張柏芝停下腳步，轉過身，面對所有鏡頭，笑得非常燦爛，燦爛到有點不像他，然後用那種他特有的帶着一點點廣東腔的普通話說：你們去問他啊，問我幹嗎？這段回應在10分鐘內剪成短影音，配上大字標題：張柏芝高 EQ 反擊，播放量瞬間破100萬。Emily 在後台看着數據，嘴角微微上揚。她在備忘錄裏又補了一句：她學會了，然後刪掉，改成她終於學會了。但那句我最虧欠的人不是他們，仍然像一根刺釘在所有人心裏。沒有人知道那個不是他們的他們指的是誰，也沒有人知道那個最虧欠的最到底是什麼程度。謝霆鋒的團隊內部開了一場沒有錄音的線上會議，有人提議發正式聲明闢謠，有人建議乾脆冷處理等熱度過去。謝霆鋒全程沒有說話，最後只說了一句：先不要動。他坐在剪接室裏，看着保險櫃的方向，外面是滔天巨浪，而他知道那顆硬碟裏裝着的東西會讓所有人重新定義什麼叫虧欠。阿杰在旁邊泡了2碗泡麵，遞了1碗給他。謝霆鋒接過來，沒有吃，只是盯着冒起來的熱氣，然後說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話：你記得我們在橫店拍大轟炸那時候嗎？你幫我擋了那個製片人。阿杰低頭吃麵，含糊地說：記得啊。怎麼了？謝霆鋒沒有回答。泡麵涼了，硬碟鎖在櫃子裏，輿論還在燒，而這場世紀對質的倒數計時從這一刻才真正開始。4月21日，謝霆鋒的微信對話框裏只剩3個人：Money、張柏芝、王菲。他花了整整1個下午，分別給這3個對話框輸入又刪除同一段話，最終發出去的版本各不相同。給Money的是：幫我找一個地方，要有錄音設備。給張柏芝的是：我認真想跟你聊一次，6個小時。你願意來就來，不願意就算了。給王菲的只有2個字：在嗎？王菲已讀不回，這在意料之中。真正讓謝霆鋒團隊捏一把冷汗的是張柏芝的反應。他讀完信息之後，沒有已讀不回，也沒有秒回，而是隔了整整47分鐘才打來一通電話。電話接起來，他劈頭就問：6個小時？你要跟我開會還是跟我打官司？謝霆鋒在電話這頭笑了一聲，說：吃飯。張柏芝安靜了幾秒，然後說：那我要吃燒鵝。這通電話掛斷之後，Money在經紀人群組裏發了一串驚嘆號，然後打字，他答應了。群組沉默5秒鐘之後，第2個問題跟着冒出來：王菲呢？謝霆鋒沒有回。他當天下午搭車到北京，王菲的工作室只給了他一個地址，沒有說是什麼場合。他到的時候，王菲正在錄音間裏戴着耳機聽一段編曲，完全沒有抬頭看他。他站在門口等了6分鐘，6分鐘裏王菲只做了一件事，把同一段鋼琴前奏重複聽了23遍。第6分鐘，王菲摘下耳機，沒有轉頭，對着面前的麥克風說：你要約就約大家。謝霆鋒擰了一下，王菲才轉過來看他，表情像是在說：你是聽不懂還是在裝？謝霆鋒說：好。這2次對話之間只有3小時17分鐘。
但已經足夠讓整個圈子的風向再翻一次。消息不知道從哪裏走漏的，可能來自 Emily， 可能來自阿強那天躲在消防通道裏聽到的什麼。總之4月22號一早，全香港娛樂版的頭條都換成了王菲張柏芝破天荒同框到數中。阿強在茶餐廳吃早餐的時候看到報紙，差點把奶茶噴出來。他打電話給報社總編，消息誰放的？總編說不是我們。大家都在猜。阿強掛斷電話之後，對着桌上3台錄音筆自言自語：這兩個人同時出現的地方，不是頒獎典禮就是喪禮。謝霆鋒最好祈禱不是後者。但謝霆鋒沒有在祈禱，他這幾天最常待的地方是剪接室。阿傑陪着他把那顆6年未剪的硬碟內容重新過了一遍。畫面裏有橫店40度高溫下，他穿着3層古裝戲服中暑的畫面，有他在風味棚裏連續62個小時之後蹲在角落吃止痛藥的畫面，有他在醫院急診室吊點滴，左手還拿着劇本用紅筆畫重點的畫面。還有一個畫面是阿傑自己的，鏡頭不知道什麼時候轉過去的，拍到阿傑靠在剪接室的椅子上睡着，鼻子上架着一副畫到鼻尖的眼鏡，手裏握着一顆還沒吃的茶葉蛋。謝霆鋒看到這段的時候按了暫停，阿傑在旁邊尷尬地說：這段剪掉吧，沒人想看。謝霆鋒說：留着。那個下午，張柏芝正在片場拍一場哭戲，導演喊卡之後，他眼眶還紅着。助理遞來手機，他看到 Emily 傳來的行程表：4月24日下午2點到晚上8點，謝霆鋒指定地點，備註有燒鵝。他盯着那行字，突然對着手機笑出來。攝影師以為他在醞釀情緒，又多拍了2顆鏡頭。後來那2顆鏡頭被剪進了花絮，標題叫影後1秒入戲，但沒有人知道他當時只是在看一條荒謬的行程備註。與此同時，王菲在北京一間咖啡廳裏被一個不認識的粉絲認出來。粉絲激動地問：菲姐，你會去嗎？王菲把咖啡杯放下，平靜地看着對方，說：去哪裏？粉絲說：就那個對質啊。王菲說：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然後起身離開，留下那杯喝了一半的熱美式。這段對話被粉絲錄下來發到小紅書，3小時後登上熱搜。標題是王菲否認參與對質，但陳家英那天晚上發了一條簡訊給謝霆鋒，他會去，別讓他等。4月23號，也就是對質前一天，所有相關人士都進入了一種詭異的寧靜狀態。謝霆鋒在剪接室裏把那段6年的紀錄片重新剪了一個版本，精簡到只有47分鐘，剛好夠在一頓飯的時間裏播完。阿傑問他：你要在他們面前播這個？謝霆鋒說：不是他們，是他。阿傑沒聽懂，但沒繼續問。張柏芝當天收工後沒有回酒店，而是跟 Emily 去了一間粵菜餐廳。他點了一整隻燒鵝，自己吃了半隻。Emily 在旁邊看着他吃，忍不住問：你緊張嗎？張柏芝啃着我腿說：緊張什麼？他又不會打我。Emily 說：我不是說他，我是說王菲。張柏芝把我腿放下，想了一下，說：我比較緊張燒鵝涼了。王菲當天唯一公開的行程是去了一間佛具店，買了一串新的佛珠。店員認出他，問他要什麼顏色，他說隨便。店員推薦了深褐色，他付了錢就離開。那串佛珠後來出現在對質現場，被他放在桌上，一整晚沒有碰過。4月24號中午12點，謝霆鋒一個人先到了約定的場地，那是一間位於北京東4環的私人會所，有個不大不小的包廂，長方形桌子，能坐6個人。他在桌子正中間放了一台錄音機，旁邊擺了4副碗筷。阿傑站在角落，背着一個黑色的背包，裏面是那顆硬碟和一台筆記型電腦。謝霆鋒坐下來，把錄音機按下錄音鍵。紅燈亮起來的時候，他對空氣說了一句：
開始吧。然後他又按了暫停，因為他注意到桌布有一角沒有鋪平。他把它鋪平之後，重新按下錄音鍵。下午1:50，張柏芝的車到了。他穿着一件白色的針織衫，看起來像剛睡醒。下車的時候，他抬頭看了一眼會所的招牌，轉頭對 Emily 說：這裏我好像來過。Emily 說：你沒來過。張柏芝說：那就是夢過。下午2點整，王菲的車到了。他沒有帶任何人，自己從後座下來，手上只有一串佛珠。他走進包廂的時候，張柏芝已經坐在左側的位置，正在用手機看菜單。王菲選了右側的位置，坐下來，沒有看任何人。謝霆鋒坐在正中間，他面前的錄音機紅燈亮着。他開口說：謝謝你們來。張柏芝抬頭：燒鵝呢？謝霆鋒說：3點才會送來。王菲沒有說話，她把佛珠放在桌上，往謝霆鋒的方向推了2公分。那個距離不近不遠，剛好是一個我在聽，但我不保證我會回應的距離。包廂裏的時鐘指向2:03。6小時的倒數從這裏正式開始。前2個小時，包廂裏的食物幾乎沒人動。燒鵝準時在3點送來。張柏芝夾了一塊，咬了一口之後放下，然後再也沒碰過筷子。謝霆鋒面前的茶杯續了3次水，每一次都是他自己倒的。王菲從進來到現在沒有說過一句超過5個字的話，唯一一次開口是問服務生要了一杯溫水，然後又補了一句不用加檸檬。Emily 坐在張柏芝身後靠牆的椅子上，手機放在膝蓋上，熒幕朝上。備忘錄已經打了3頁。他從謝霆鋒說第一句謝謝你們來開始就沒有停過手指，每一句他認為有用的對話都被他濃縮成短句記錄下來。真正的轉折發生在第2小時第17分鐘。張柏芝突然放下手機，身體往前傾，看着謝霆鋒說：所以你約我們來，到底要說什麼？你先說清楚，你是要道歉還是要解釋？他的語氣比在片場跟導演討論劇本還直接，沒有情緒修飾，沒有預留轉圜空間。謝霆鋒沉默了幾秒，王菲在旁邊端起水杯，沒有喝，只是捧在手心。然後謝霆鋒說：我對不起王菲。Emily 的手指在備忘錄上瞬間加速，她說了：虧欠王菲，承認她按了儲存。然後不着痕跡地把手機往張柏芝的方向斜了一點，讓熒幕上的字剛好能被張柏芝的餘光掃到。張柏芝看到那行字，表情沒變，但肩膀明顯塌了半寸。他往後靠回椅背，說：所以是這樣，語氣很平，平到像在念台詞，但那種平靜本身比哭出來更讓人不舒服。謝霆鋒沒有停頓，繼續說：那年分手是因為我沒有處理好自己的事，我讓他一個人面對所有媒體、所有問題。我選擇離開，不是因為不愛，是因為當時的我沒有能力留在任何一段關係裏。王菲把水杯放下，這是她進包廂以來第一次正眼看謝霆鋒。Emily 的手機震了一下，是她安排在外面的小編傳來的信息。王菲那邊沒有反應。要不要繼續？ Emily 快速回了一個等，然後繼續打字。但謝霆鋒接下來說的話讓他的手停住了。但我離開的真正原因，你們都沒猜到。他從桌下拿出一個牛皮紙袋，裡面不是文件，是一份合約的影本。他把那份合約放在桌上，往桌子中間推。2016年，我所有的資產被3個人聯手架空。不是我投資失敗，不是公司倒閉，是我簽了一張不該簽的同意書。那時候我如果繼續留在任何一段公開關係裏，所有債務都會追到對方身上。他把合約翻到最後一頁，上面有一行被紅筆圈起來的條文。那條文寫的是：
乙方同意將個人全部演藝收入及資產管理權交由甲方指定之財務機構，為期5年。張柏芝皺眉：這是什麼？謝霆鋒說：這是我當時簽的。那3年我身上背的債務，足夠讓任何跟我有關的人被拖下水。包廂裏安靜了12秒。12秒裏 ，Emily 的大腦在高速運轉。她第一時間的反應是她在轉移焦點，第二反應是但這個說法站得住腳，第三反應是無論真假，現在必須先把虧欠王菲這段送出去。她低下頭，快速把剛剛記錄的那句她說了虧欠王菲刪掉，改成她親口承認對不起王菲，然後開始解釋，這句更模糊，但也更安全。張柏芝的反應比所有人預期的都更直接。他沒有哭，沒有追問，而是突然笑出來，那種笑裏面沒有任何開心的成分，比較像是一個人在極度困惑時被迫作出的生理反應。他說：所以你跟我離婚，是因為你怕我背債？謝霆鋒說：是。張柏芝說：你覺得我會怕？謝霆鋒沒有回答。王菲在這個時候開口了，她說：你繼續說，語氣平靜，但那種平靜不是冷漠，是一種我開始覺得你可能有話沒有說完的等待。謝霆鋒深吸一口氣，把合約收回牛皮紙袋，然後說：我今天約你們來，不是要翻案，我不想證明當年我是對的，我只是想讓你們知道，我不是不負責任的人。我所有的選擇都有一個前提，我不想拖累任何我在乎的人。張柏芝站了起來。Emily 的備忘錄又補了一行，她站起來了，但張柏芝沒有離開，她只是站着，雙手撐在桌面上，身體微微前傾，盯着謝霆鋒看了很長一段時間，長到空氣都變得黏稠。然後她說：那你拖累了誰？謝霆鋒沒有回話。王菲把佛珠從桌上拿起來，重新握在手心。她的手指撥過第一顆珠子，然後第二顆、第三顆，動作很慢，但沒有停。包廂裏的時鐘從下午4點17分走到了4點19分。Emily 在第3頁備忘錄的底部打了一行字：謝霆鋒拒答。張柏芝情緒接近臨界。王菲在掃佛珠，她把這段話複製貼上到一個加密群組，群組名叫做現場監控。裏面只有3個人，她的助理，以及她安排在外面隨時準備發動輿論攻勢的公關操盤手。4點21分，張柏芝坐回椅子上，表情變了。那種爆炸性的困惑被一層薄薄的皮被取代。她拿起手機，沒有看 Emily， 只是對着熒幕說：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來？謝霆鋒說：你說。張柏芝把手機放下，看着他：我不是來聽你解釋的，我是來看看你到底敢不敢面對我們。你剛才說對不起王菲，那我呢？你欠我的那段，你不打算說？ Emily 的備忘錄又動了，這次她寫的是切入正題。情感審判，他同時在群組裏發了一個指令，10分鐘後把謝霆鋒承認虧欠王菲的片段發給所有媒體群。不要提合約，不要提債務。但謝霆鋒的反應再次偏離他的劇本，他沒有接張柏芝的話，而是轉頭看向角落的亞傑。亞傑從黑色背包裏拿出那台筆記型電腦，打開放在桌面上。謝霆鋒說：有一段東西，我想讓你們看。王菲的佛珠停在第15顆，張柏芝的嘴角微微抽動了一下。Emily 的手指緣在熒幕上方，沒有打下去。謝霆鋒按下空白鍵，筆記型電腦的熒幕亮起來，畫面裏是橫店的烈日，是3層古裝戲服，是41度高溫下一個蹲在片場角落的人影。那個人的臉還沒有出現，但所有人都認得那個姿勢，那是謝霆鋒。他蹲在地上，左手按着太陽穴，右手還找着劇本，旁邊有一個人遞了一瓶水過來。
遞水的那隻手是阿傑的。畫面播到第37秒的時候，謝霆鋒按了暫停。他沒有看向熒幕，而是看着張柏芝和王菲說：這6年我沒有停過，沒有度假，沒有休息，沒有一天不再工作。我欠的不是一段感情，我欠的是一個人在我身邊撐了6年，而我連他的名字都沒讓你們記住。包廂裏的氣氛完全轉變了。Emily 的備忘錄空白了4分鐘，她打不出任何字，因為她不知道這段話該歸類到哪個分類。她只知道，她準備好的情感審判劇本正在被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取代。而王菲終於把佛珠放下了。她說：你把那個助理的名字加到這部片子的片尾。謝霆鋒說：我已經加了。張柏芝看了那隻遞水的手很久，然後轉頭看着謝霆鋒，語氣突然變得很軟。那你不早說？謝霆鋒關掉筆記型電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包廂裏的時鐘指向4點30分，距離6小時結束還有150分鐘。下午4點31分，謝霆鋒按下暫停鍵之後，站起來說了一句：我去一下洗手間。不等任何人回應，他轉身走出了包廂。走廊盡頭的洗手間裏有一面鏡子，他對着鏡子站了很長一段時間。水龍頭開着，嘩嘩的水聲蓋過了外面的一切動靜。他的手指撐在洗手台邊緣，關節微微泛白。如果這時候有人把門推開，會看到一個跟剛才在包廂裏完全不一樣的人，沒有了那種冷靜的精密計算的語速，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只有自己才看得見的疲態。他沒有在洗手，他在掃時間。6年來，他學會了一件事：當你快要撐不住的時候，找一個沒有人的地方，給自己90秒，什麼都不做，然後再走出去。90秒足夠讓血壓降下來，足夠讓話到嘴邊的眼淚吞回去，足夠讓他把我已經盡力了這句話重新鎖進身體裏。水龍頭關掉之後，他拿出手機，看到阿傑傳了一條訊息：他們都在，沒人走，3個字加一個句號，像阿傑這個人一樣精簡。他走回包廂的時候，張柏芝正在跟 Emily 低聲說話。Emily 的手機熒幕亮着，上面的備忘錄停留在那句他親口承認對不起王菲。張柏芝看了一眼那行字，然後把 Emily 的手機推回去，說了一句聲音很低但謝霆鋒剛好聽到的話：不要發。Emily 零了1秒，她的備忘錄上從來沒有被藝人拒絕過的記錄。但張柏芝沒有解釋，只是坐回位置上，拿起筷子夾了一塊已經涼掉的燒鵝，咬了一口，然後皺着眉頭吞下去。謝霆鋒坐回自己的位置，沒有看 Emily， 而是看向王菲。王菲從進包廂以來第一次主動開口，而且是對着 Emily 說的：你可以把手機收起來了，語氣平靜到像在提醒服務生加水。Emily 的手機在那一瞬間像是被靜音鍵按住了，她沒有收起來，但她的手指不再打字了。王菲沒有再看她，她轉向謝霆鋒說：你還沒說完。謝霆鋒重新坐下，這一次他的語速變慢了。2016年10月，我發現自己簽的那份合約有問題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所有賬戶被凍結，所有收入自動轉到對方的公司。他說這些話的時候，視線沒有固定在任何一個人身上，像是自言自語多過於解釋。那天晚上，阿傑在剪接室陪我，問我要不要去找律師。我說不用。他說：那你要怎麼做？我說：做我唯一會做的事，工作。然後接下來的2年，我沒有休過一天假。最誇張的一次是連續43天，每天工作超過16個小時，白天拍戲，晚上去錄綜藝，凌晨回剪接室看素材。阿傑跟着我跑了43天，一天都沒有少。張柏芝放下筷子，他為什麼要跟着你？
因為他怕我死在剪接室沒人知道。謝霆鋒說這句話的時候笑了一下，那種笑很輕，像是想到了某個荒謬的畫面。有一次我在醫院掛急診，他坐在旁邊打瞌睡。醫生進來問他是不是家屬，他說不是，然後醫生問他那你是誰，他說我是負責幫他關燈的人。王菲的嘴角動了一下，幅度很小，但確實動了。那是他整場對質下來唯一的表情。謝霆鋒繼續說，我今天最想讓你們看的不是那段紀錄片，是紀錄片裏面的另一個人。你們只看到我在鏡頭前面煮菜、拍戲、受訪，但你們沒有看到每次收工之後把燈關掉、把門鎖上、把明天的劇本放在我枕頭旁邊的人是誰。他轉頭看向角落的阿杰，阿杰還是站在那裏，背着那個黑色背包，像一株沒有表情的雕像。謝霆鋒說，阿杰，你過來。阿杰走過來，站在桌邊，沒有坐下。張柏芝第一次正眼看這個人，皮膚黝黑，戴着粗框眼鏡，站在謝霆鋒身後半個身位的位置，像一個附屬品。但謝霆鋒接下來說的話，讓所有人的視線都重新聚焦。2020年，我所有的債務都還清了。那時候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找王菲，不是去找張柏芝。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一份新的合約遞給阿杰，上面寫的是，從今以後，我所有節目的製作人欄位都有他的名字。王菲說，他簽了嗎？謝霆鋒說，他簽了，但他說他不要掛名，他說他只想要一個東西。張柏芝問，什麼？謝霆鋒說，他說他想吃一頓不會有人打斷的飯。包廂裏安靜了很久，時鐘從5:03走到了5:07。那4分鐘裏 ，Emily 的手機震了3次。是他安排在外面的人傳來的信息，每一條都在問錄音片段什麼時候發。Emily 沒有回，他終於意識到，從張柏芝說不要發的那一秒開始，他手裏那些備忘錄、那些截圖、那些精心剪輯好的情感審判片段，已經全部失效了。他沒有失去現場主導權，他從來就沒有擁有過。謝霆鋒看了一眼 Emily， 然後說，你的備忘錄可以刪掉了，我不會告你，也不會要求你道歉，但你今天錄的東西一段都不會出去。Emily 的手機突然響了，是她辦公室打來的，她接起來，聽了3秒鐘，臉色變了。掛斷之後，她低聲對張柏芝說，法務部說我們的合約裏有一條限制條款，今天任何關於謝霆鋒的言論發布都要經過他團隊審核。張柏芝說，所以呢？ Emily 說，所以我們什麼都發不了。張柏芝看着他，語氣裏沒有任何驚訝，反而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那你現在可以好好吃飯了吧？ Emily 沒有回答，他把備忘錄關掉，把手機翻面放在桌上，拿起那雙他整場都沒有動過的筷子。包廂裏第一次出現4個人都在吃東西的畫面，張柏芝在啃燒鵝，王菲在喝溫水，謝霆鋒在夾青菜， Emily 在吃一碗涼掉的飯，阿杰還站在角落。謝霆鋒抬頭看了他一眼，說，你坐下。阿杰說，我站着就好。謝霆鋒說，你坐，這頓飯是為你點的。阿杰終於拉了張椅子，在桌子的最邊緣坐下來。他的黑色背包放在腳邊，裏面那顆硬碟還有一半的內容沒有播。但謝霆鋒知道，他需要的畫面已經播完了。窗外天色開始變暗，距離6小時結束還有不到1個小時。王菲把佛珠收進口袋裏，看着謝霆鋒說，你今天的重點不是我們吧？謝霆鋒沒有否認。張柏芝把燒鵝骨頭放到盤子邊緣，擦擦手，說，
所以你最虧欠的人是他。謝霆鋒說：張柏芝停了一下，然後做了一個整場最出人意料的動作。他站起來，走到亞傑面前，把手伸出去，說：你好，我是張柏芝，謝謝你幫他關燈。亞傑握了他的手，說：你好，我是亞傑，謝謝你們來吃這頓飯。包廂裏響起張柏芝的笑聲，那是整場對質6個小時以來唯一一次不需要解釋的笑。晚上7點21分，距離6小時結束還有39分鐘。謝霆鋒把筆記型電腦重新打開，這一次他沒有暫停，沒有快轉，沒有任何剪輯。亞傑把背包裏那顆貼着黃色標籤紙的硬碟接上電腦，畫面從橫店40度高溫的片場開始，像一卷沒有被快轉過的錄影帶，從頭播放。畫面裏是謝霆鋒在拍大轟炸時中暑的畫面，他蹲在片場角落，額頭上貼着退熱貼，左手拿着劇本，右手找着一瓶已經不冰的礦泉水。旁邊的場務走來走去，沒有人停下來，只有亞傑蹲在他旁邊，把一瓶新的水遞過去，沒有說話。鏡頭切到凌晨2點的剪接室，謝霆鋒趴在桌上睡着了，電腦熒幕還亮着，定格在一個正在輸出的畫面。亞傑走進來，把一件外套蓋在他身上，然後坐下來替他按了輸出鍵，又默默走出去。再切某個綜藝節目的後台，謝霆鋒在化妝間裏吃止痛藥，因為胃痛。助理進來催他上台，他站起來的瞬間扶了一下牆壁，然後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走出去。鏡頭沒有拍到亞傑，但聲音錄到了。他在門外對吹場的人說：等一下，讓他喘口氣。37分鐘的紀錄片，沒有配樂，沒有旁白，沒有字幕，只有影像本身，粗糙到不像是準備好要公開播放的東西，真實到讓在場所有人無法轉移視線。張柏芝從第5分鐘開始就沒有再吃東西，他盯着熒幕上那些畫面，眉頭慢慢地皺起來。不是困惑的那種皺，是另一種，像是一個你認識了很久的人，突然有一天你發現他衣服底下全是傷疤。王菲從頭到尾沒有看熒幕，她一直在看謝霆鋒。紀錄片最後一段畫面是今年初的某個深夜，謝霆鋒在風味的廚房裏試菜，鍋裏的油濺到他手上，他縮了一下，然後繼續翻炒。亞傑從旁邊走過來，遞了一條濕毛巾給他。謝霆鋒接過毛巾，說了一句話：因為收音設備在廚房門口，所以聲音很小，但錄到了。他說：亞傑，如果我哪一天突然不做了，你怎麼辦？亞傑說：那我就回去開計程車。謝霆鋒笑了一下：你開計程車我會坐。亞傑說：你不會。因為你會繼續做。畫面在這裏停住，筆記型電腦的播放進度條走到終點，熒幕暗下來。包廂裏沒有人說話。謝霆鋒把電腦蓋上，看着桌面，說：這6年我沒有跟任何人說過這些話，因為我覺得說了就是示弱。但那天晚上我在廚房裏想通一件事，最虧欠的人不是我對不起過誰，而是那個讓我能繼續對不起別人，卻從來沒有抱怨過一句的人。王菲站起來，所有人的視線都集中在她身上。她走到謝霆鋒面前，距離近到可以聽到彼此的呼吸。她開口說了一句話，音量不大，但包廂裏每一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她說：你早該說。然後他把那串佛珠放在謝霆鋒的筆記型電腦旁邊，轉身朝門口走去。走到門口的時候，他停了一下，沒有回頭，說：那個紀錄片加一個片尾字幕，寫上他的名字。謝霆鋒說：寫好了。王菲推開門走了出去。
包廂的門在他身後關上時，發出一聲很輕的黑嗒聲。張柏芝看着那扇門，安靜了很久，然後他轉過頭看着阿杰，語氣裏帶着一種無奈的佩服。你這6年到底怎麼忍他的？阿杰想了一下，說：他煮菜還不錯。張柏芝笑了，那種笑跟之前在片場被記者堵住時的笑不一樣，沒有武裝，沒有表演，單純就是被一句話逗到。他站起來，拿起自己的外套，走到謝霆鋒面前，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力度不大不小，像是打一個認識很久的牌友。你很拼，他說。我知道了。然後他轉向阿杰，下次來香港，我請你吃飯，不帶他。阿杰說好。張柏芝走了，包廂裏只剩下謝霆鋒和阿杰，以及桌上那台錄音機，紅燈還在亮着。6個小時的錄音帶已經轉到了最後一格。謝霆鋒按下停止鍵，把錄音帶拿出來，放進口袋裏。阿杰在旁邊收拾背包，把那顆硬碟拔下來，裝回背包內層的保護袋。謝霆鋒看着他做這些事，突然說：你記不記得你說你想吃一頓不會被打斷的飯？阿杰說：記得。謝霆鋒說：今天這頓被打斷了幾次？阿杰想了想，至少10次。謝霆鋒說：那下次？阿杰背起背包，走到門口，轉頭說：下次換你請。包廂裏的時鐘指向晚上8點整，6小時的對質1分不差地結束了。第二天，娛樂版頭條沒有出現任何一張對質現場的照片，沒有錄音檔流出，沒有逐字稿，沒有標題聳動的謝霆鋒認罪或兩後同台世紀和解，取而代之的是風味新一季的製作團隊名單，在執行製作人的欄位裏多了一個名字。謝霆鋒在當天下午發了一條微博，只有一張照片，照片裏是一碗泡麵，旁邊放着一顆硬碟，上面貼着黃色標籤紙，寫着6年未剪，配文是剪完了。1個月之後，張柏芝在一次直播中被粉絲問到那天的事，他沒有回避，也沒有爆料，只是說了一句：他這個人咯，做菜比說話厲害10000倍。這句話後來被剪成短影音，播放量破1000萬。留言區最高讚的一條是：所以他最虧欠的人，真的不是他們。王菲從頭到尾沒有公開提過任何一個字，但有人在某間錄音室的垃圾桶裏發現一張被油掉的紙條，上面寫着一句話。是王菲的筆跡，只有5個字。他終於說了，那張紙條被撿到的人發到網路上，引發新一輪的討論，但沒有人能夠證實真偽。陳家英後來在一個私人飯局上被問到這件事，只笑着說了一句：他那天回家之後，把一整串佛珠掃完了。同桌的人問他掃了多少火，他說108火，1火都沒有漏。而阿杰依然站在謝霆鋒身後半個身位的位置，手上依然拿着一件外套或一瓶水。差別在於，現在所有節目的工作人員都會主動跟他打招呼，叫他杰哥。他每次被叫到的時候都會推一下眼鏡，然後點個頭，繼續做他的事。娛樂圈的劇本永遠在重寫，今天的對質，明天的頭條，後天的遺忘。但有些名字一旦被寫進片尾字幕，就不會再被刪掉了。那天晚上9點，謝霆鋒在剪接室裏重新打開那顆硬碟，把紀錄片的最後一幀畫面定格在阿杰遞毛巾的那個瞬間。他在畫面的角落加上一行白色的字，獻給所有站在聚光燈後面的人。然後他關掉電腦，走出剪接室，在走廊上碰到阿杰。阿杰問他：今天吃什麼？謝霆鋒說：你決定。阿杰說：那吃泡麵。謝霆鋒說：好。兩個人走進休息室，燒了一壺熱水，泡了2碗麵。沒有人打斷他們。
至少那一晚沒有。